等我簡單咁介紹一下 Earnest ideologies 係啲咩啦。咁佢有5種嘅，第一種係 Industrial Trainer， 第二種係 Technological Pragmatist， 第三種係 Old Humanist， 第四種係 Progressive Educator， 而最後一種係 Public Educator。我哋可以透過政治意識形態、數學觀點、道德價值、社會理論、數學教育目的、學習理論、數學教學理論同埋數學評估理論去分析一下呢5大種。第一種係工業訓練者，佢強調係有權力嘅分別嘅。老師係有權力叫學生重複去做數，透過技巧重複咁去做數，令到同學仔係更加明白體會呢一課嘅重點。第二種係科技實用主義者，科技實用主義者係強調評估認證嘅特色。古典人文主義者，佢哋係強調知識體系，透過理解同埋應用將數學知識傳遞。進步主義教育工作者，佢強調係用兒童為中心，即係強調兒童興趣同能力，透過活動、遊戲探索去傳授知識。大眾教育工作者強調在學習嘅社會意義可以有2派，第一派係改革社會，第二派係服務社會。呢個就係 Earnest ideologies 嗰5大種教育工作者嘅分別啦。唔該。